了，因为大应该在那一三人了，他那苗的草干苗比较鲜活那个。咱上头咱那个一上那鲜活跟鲜活一头的那苗不过来咋个不过个苗鲜活，那么人就有那话nữa接thu mình không giờ tao là cái là nè lìa tu ra họ lìa cha lìa ta cả lìa tận đây lìa sẽ ít quả cả nó sẽ khoảng但他那也是要不过来咋个不过来谁来围绕来查来对话个定收啦一样的讲他款式当然换的话定收就直下啦那不讲了精品款的话一上那苗鲜活直播一个直播一定收的话你找播一哦他那啦要直播一个噶，咱那平常定收的话，这个直播一个哈那，一上那鲜活噶，那个鲜活那话，我都我直播一个，来，直播一啊，直播一咱那，一波搞资金来了，你都可以拿咱那个精品款、开叉款，再好。看那女的在手就那样养子那个，一套鲜活这么多套是个，这鲜活那这么多套了，那苗子播一个，定收一会儿都通通都找播一。看那也是那特别那种高岗，然后呢，一会儿都直播一苗鲜活个。那年的就赶紧土动钱，我也要注意，快手号注意下啦。他那也是一下直播一个，一会儿都要直播一，精品款式或者直播一。那他说他那个，将来或者苗鲜活个特别容易晒个，而且质量特别容易，一会儿都产量个直到上升年都特别容易高，刚的人头上有的话那就。刚健平头头都能刚定收的话就要找播一喽，当个，苗其他。然后呢，生产他那的话，你没人头上有的话，那个农就成了刚他那种苗。